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初8。要开始进前，先祝福所有的老爸父亲节快乐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篇，以赛亚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论信心。信心是甚物货？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无款角度的经历、了解，甚至无共款的思考。但是伫圣经的观点就非常清楚明白。希伯来书11章的经文来看，就是全然来倚靠上帝，就会当看见迄看袂到的将来。圣经讲，若安尼讲，信心是甚物货？信心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未会看见的事有肯定。虽然看起来这是一个真简单的定义道理，也是讲一个讲法，但是伫实践顶悬，却是相当无容易。咱要对几个旧约、新约的记载来看信心的代志。头起先，咱看到以诺甲上帝同行300冬。甲上帝同行300冬，这是需要非常强烈的信心才做会到的。这是伫创世纪第5章22节。咱也阁看见拿阿受到上帝的召命，伫遐来做大船。真侪画家拢画即个船起好，侪动物伫船顶，也是讲落大雨的即种情景，但是牧师认为，伫大船还未做好进前，大水还未降落进前，对拿阿甲因厝里的人全家来讲，这是真正信心的考验。咱会当去参考创世纪第6章到第9章。亚伯兰受呼召，希伯来书甲咱讲到，当上帝呼召亚伯兰来军队伊的时阵，亚伯兰完全毋知影要去倒位。在军队上帝的过程的中间，亚伯兰也侪摆受到信心的考验，包括讲饥荒、生存权、生囝、献囝。咱看伊甲伊的路德争取财产，迄种的选择权，对伊来讲有侪信心的考验。咱会当对创世纪11章以后来看。咱也阁看到摩西领受呼召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甲一个强国的君王法老王来谈判，互侪以色列人来相信伊，愿意来跟对伊过红海，拄着无水通好啉，无物件通好食，阁来带领管理这个以色列这群线兵来讲，也是甲当地在地族裔的战争，这拢需要信心。约书亚开探应允之地，当侪较多数的探仔，因意见甲因无共款，伊却愿意坚持听上帝的应允，这是无简单的。接续摩西带领这个心真硬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伊接续。伫临终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：至到我甲我的家庭，我必定要侍奉耶和华。会当看见
遮个人的心真公义。这是伫约书亚记24章15节。咱若看见耶稣指责风影，耶稣指责风影之前，甲门徒安尼讲：恁的信心伫倒位？路加福音第8章25节。当耶稣佮即个门徒着爱有信心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：使徒对主讲，请你加添阮的信心。主讲：恁若有信心，亲像一粒芥菜籽，就是对即丛酸材讲，你着爱爬起来，栽伫海里，伊也要听恁的。路加福音17章第5节。咱来看见行伫水面上，当耶稣基督答应要互彼得行伫水面上的时阵，彼得却是因为伊的眼目看到风影，来就沉落去。耶稣讲，耶稣就赶紧伸手来救伊，讲：你这个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犹豫？这是马太福音14章31节。以赛亚先知甲以色列人民来讲，上帝将要甲因佮自接倒转来，互因会通佮做伙去到伫上帝的圣山、上帝的圣殿遐来敬拜伊。上帝将要排除伫因头前逐种的困难，互因会当享受着和平。伫将来的日子，圣殿所在的这个山头，要徛伫君山的顶悬，受到高举，超越这个山岭。万国拢要来围过来，侪民族也拢要来进前讲：来啊，咱做伙来上帝的山，做伙往以色列上帝的圣殿，伊的指示咱应该爱行的道路。咱伫即条道路顶悬来行，上主的教示就要对耶路撒冷来发出，伊的信息对锡安来传播。上帝要解决国际中间的纠纷，排解民族中间的争端。伊要将刀剑钉做犁仔头，将枪来拍做镰刀。国际中间无搁再有战争，也无搁再有军备的比赛。经文一开始就讲伫将来的日子，这是一个预言应允对将来的代志。亲像希伯来书所讲的，还未看见的代志会确信。这是就是伫应预言的中间。人必须爱有真强烈的信心来领受，并且来跟对耶稣。希伯来书第11章论到信心的中间，就讲到侪圣经中间的古人，咱即马称做信仰的前辈。希伯来书对创造讲到着信心，经文讲。对伫信心，咱知影宇宙是借着上帝的话来做成的。安尼，迄个看见的是对迄无看见的来所做的。对侪信心的前辈讲着信心，因为信心，所以因会通看见上帝的应允甲祝福。这不但甲咱讲信心的重要性。佮互咱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讲耶稣基督安尼甲因讲，所以恁毋对啊，也毋是因为无明白圣经，毋知影上帝大贵咱嘛。人对信的搁活，也无错，也无假，也要亲像天顶的使者共款。论到死人搁活，恁无有读过摩西的册？四百篇嘛，顶悬所记载嘛。
上帝对摩西讲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上帝毋是死人的上帝，乃是活人的上帝。所以恁大大的毋对啊！咱知影信心，嘛是上帝赏赐互历代军队伊的人的应允。信心。”嘛是上帝赏赐互活人现准时的福分，是持续不断，好若亲像上帝的同在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应允。那现在咱犹原面对未知的武汉肺炎的疫情，看起来好若亲像已经渐渐较好势，但是看到新的变异种再度来扩散，就迄个喙暗令已经解除的加州，也搁再度咧思考宣布新的喙暗令。咱呢？当然，咱无论拄伫什么款的境况，都拢爱凭着信心，继续甲上帝的救恩做伙行落去。但愿上帝因为咱的信心来束缚、来保守咱。诗篇11篇，上主是我的避难所，恁是安怎样对我讲？你着亲像鸟飞出去山内，看歹人张弓，安因的剑伫弓弦，要暗中射心正直的人。地基崩落，义人妖会当做甚物？上主伫伊的圣殿，上主的宝座伫天里，伊的目睭伫看，紧紧伫监察世间人。上主考验义人、歹人甲爱强迫的人，伊厌恶，伊互跌倒的火炭降落伫歹人的身上，用火焰、硫磺甲炎热的风做因应受的报应。上主公义，伊爱公义，正直的人会见着伊的面。恳求上帝赏赐阮信心，愿意专心来倚靠、敬拜、诚心敬拜。我用信心来面对生命中济济的艰难，靠上帝保守来得胜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